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红龙度假提供便宜。123百度台湾两所回岛，呢個海岸線大約有1200公里，土地面積冇到全球嘅3%，不過撒有全球1/10嘅海洋五類生物，呢個海洋資源係豐富，超過你老外嘅想象。呢個海洋安全，不過呢個真實了解佢。今日我睇過啲小嘅紀錄片，講嘅係海洋嘅故事，係藝術當本意開源嘅，不過要當傷感嘅故事。為唔多講，大家來看今日嘅紀錄片《清美路線》。左手下手伸直推出去，上手在眼睛高度，转肩转腰到腰侧。那我们要转弯的时候呢，你可以全部滑右边，就会向哪边转。脚全部都滑右脚，每一下都滑右脚，会往哪边转？对，会往左转。那脚全部滑左边就可以向右转。我那边一群鱼啊。它只要一动工，周边都会影响到。一定挂的，它原来是这边还要做一个电厂的温水排水口补起来嘛，它这个就围在里面，这边只要一动工，这边一定再见了，全死光，全死光。然后它这边也不用了啦，弄不完了。起来了，在那边。针对深澳燃煤发电厂，政府会采取从源头管理，会选用相对比较干净的煤。为了要让燃煤船进港，保育区设置防波堤，海底的珊瑚礁也会被影响。燃煤电厂排放的温水将冲击水下生态。这里有一个大珊瑚，他们要依据移到合适地，珊瑚怎么可以再移来移去？他说应该有存活力。然后我建议要重新做环评。现在新北市政府已经说它不会核发生煤的许可证，但我问你，你现在一定要盖吗？我看新北市提了14个意见都没有回复，我觉得这个态度会让我完全不支持。主席投进了第9票，所以后这个案子说通过。它那个就是环那耳进来，左手边啊，它一直走就到这边来了啊。它走上去那边就是去象鼻岩啊。我那天在那前面找，竟然找不到，原来是在这里面。他们这边有什么好玩的？真的、哦？啊，我看到它了，这样看就看到了。哦，真的、哦。玫瑰珊瑚，不要这样，我这样泡着哦。还玫瑰珊瑚，套上去。我之前下那个黄色那个浮标，底下深度多少？这边大概15到20。后面一点玫瑰比较大一点。就船尾而已啊，就那里啊，这里整边都是啊。好 ，OK。这里整边过去都是啊。深度多少的地方最漂亮？啊？3到5米。3到5米啊。发现东北角唯一的玫瑰珊瑚，现在下去看一下。
长可以下了吗？哦，那覆盖率，满满的都是。那这个地方是东北角唯一的这么浅、珊瑚覆盖率这么密集的地方，在能源港附近。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这样浅的地方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啊。底下都是阴珊瑚，尤其是玫瑰珊瑚，阴珊瑚覆盖率几乎是100%。那这个地方应该算是少见的。如果说秘密花园、水晶宫跟这里连成一块，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观光景点。你有看到无？啊，你有看到无？看了玫瑰珊瑚，在台湾算是壮观的了。现在保育做得比较好了吧？还是出生阶段而已。国外的话是层层叠叠，层层叠叠。你有保育的话，没去挖它，自然生态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把它形成出来。我们的保育有成，这个地方其实要好好保护。这个池子租到现在大概已经3年了，要到珊瑚稳定到底维持数量，前面开始都还在尝试了，之后就还要看有没有经费继续支撑这样的环境教育活动。今天目标是把珊瑚一些害虫除掉。那我们在这个9公尺里面，主要就是会有一些贝类，会把珊瑚吃掉，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1个月会清2次。那看说有没有数量减少或是增加的情况。苏教练讲说，他有发现一个叫做龙女簪的无脊椎动物，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那我觉得是还蛮值得期待的。我本来是在森林系嘛，那我喜欢动物，其实森林里面也是在做很多鸟类啊、哺乳类的研究。可是大2的时候，我有一位认识的人带我去潜水，所以那时候潜水就觉得海里面的东西很漂亮。到膝盖的深度，生物就很多，所以其实对海洋呢还蛮有热情。台湾的父母在看待小孩念到大学、念到硕士班，他们会有一定的期待，希望你是做一个学者啊，或是一个高阶的研究员。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你就算念到研究所，你的竞争力不是靠你的学历，所以他们是蛮赞成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多少心里会有一些期待说啊。我的儿子可不可以功成名就啊，赚点钱啊，然后有个好的生活。台电沿拟在深澳湾这里建制蟹美码头，为了要让燃煤船进港，除了要改变港口之外，得在保育区范围内设置防波堤。但保育区怎能说盖就盖？燃煤电厂新建结果，环团说将重锁当地海域，就因电厂废水部分是透过冷却水放流水管流出，排放的温水结果恐将冲击水下生态。深澳电厂于1960年开始营运。2001年退役，2006年台电提出新建电厂计划，通过环评动工后，因为蟹美码头影响海洋生态而停摆。但2017年台电以北部区域供电能力不足为由，再度提出环境差异分析审查。不是台电的说法，新北是否拿出环差分析图，痛批台电做的没划出保育区，根本就是在规避环评。台电其实知道有保育区这个议题，整个堤防呢都在保育区的范围里面。
农业局渔港处已经明确的在会前就已经表达过反对，而今天台电这样的说法，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深澳电厂争议从空污影响到现在得面对海洋生态遭破坏，燃煤发电这条路值不值得走下去？政府真的得再三思量。那边是一个码头，哎呀，会不会航道那边比较深，所以它当作航道？那事实上那边很漂亮，那边是航道，对，那边是一个航道，那个航道应该很漂亮，有没有？那边一个码头。今天的任务是要去水晶宫，然后把里面的景观跟海扇，然后还有龙屿站把它拍好的。没有，早上就是清海扇嘛，海扇29米的地方清一清，哇，有的海扇都死掉了。对啊，我找那个龙屿站也是啊，哦，真的辛苦，那压力真大，因为到那边大海那么大，因为它那个体积10公分嘛，海里面又不是很清楚。带下去的时候就说刚开始那地方会滑，因为草没有了，但要特别小心。好，海边最主要是说很滑，脚底跟那个一定要垂直，很容易晒到。一来今天带他到20米处，应该也算要终极的潜点啊，因为第一个他要背得动气瓶到海边，然后到海边以后他要踢出去。这个地方既然是崎岖不平，初学者真的不适合到这个地方来，它容易破坏伤害。这个生物它是龙屿簪，现在数量在花园大概找到都是个位数了，没有想到竟然是世界少有的新的物种。接下来的1个礼拜，水底下的能见度也会变差。今天我们准备去水晶宫，比如说30米啊，或甚至32米的地方，再去找一找。很大的收获，我知道龙屿簪在哪里了，几米啊？差不多在22米的地方。我那天发现龙屿簪的时候，东西被牛吹走，可以了，龙屿簪被我找到了。拍摄很吃力啦，因为有流嘛，可是基本上有拍到龙屿簪，对，龙屿簪希望可以找到比较大的珊瑚，就定在那里。主要是景观跟特写，但其实这个真的很难，因为那基本上你要定在那里。海里面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儿孙看得到吗？珊瑚礁他们是培育小鱼的地方，每个人都稍微尽一下自己的心力。最重要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次为了拍深澳电厂这个议题我们也吃尽苦头了，希望能够把记录做好，所以这次才要做这些量测。可是至少做这个还有点意义吧。我们自己没那么厉害，找专家帮忙嘛，找专家协助啊，多认识一些这些人，把这个事情做好，记录清楚，可以让别人至少日后让别人知道这个地方水下有这些的资源吧。我希望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珊瑚被种出去的一天。刚才小朋友3岁，他想学潜水。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去破坏的话，可能他们将来都看不到这些东西。
就在蓝绿提案下，深澳电厂被连根拔起，少深澳空污却迎来了藻礁存活之战，观塘案却越炒越热，缺电问题暂时还没画下句点。这就是导演今天带来的纪录片《沉默螺旋》。我们赶快来欢迎今天的来宾，一开始的绕墙改黑你改头让周不吉。大家好，我是张伟志。欢迎导演，天能绕墙改黑你改原体同步好噶，邱玉文教授。大家好，我是邱玉文。欢迎老师，天能绕墙改黑你改珊瑚学者善福好噶郭小荣。大家好，我是郭兆阳。今天非常欢迎导演跟老师们来到这边。我们刚才在片子里面，我们大家都有看到，其实那片子里面，哇，那个海洋真的好美。而且我们在片子里面，我们看到了我第一次看到的龙女簪，然后我可能曾经看过，但我不一定认识的，像是软珊瑚或是玫瑰珊瑚。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喜，对不对？但是导演这部片叫《沉默螺旋》啊，好像跟海洋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政治学或是大众传播理论。就导演当时将这部片取《沉默螺旋》，有它背后的意义。对，其实《沉默螺旋》这个片名的由来是因为生态它本来就是不会发生的生物。对。那其实沉默螺旋它原来就是一个传播跟政治学的一个名词，就是声量越大的，它有时候会掩盖掉那些声量小的。那有时候你就会想想看，就说这些生物它不会发生的时候，那到底谁能够把它发生？所以说这也就引起我们想说拍一些生态纪录片，帮这些生物来发声。对，所以听起来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好像都是沉默的一群，因为它不像我们人类，好像我们很容易就这样子来讲话啦、沟通了，所以我们不太知道他们想要表达什么，好像就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一群。这也是我觉得导演想要表达的。当我们的声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声量好像就会被孤立了，就越来越小了。对，这是这个片名的由来。但是我知道导演其实一直以来都拍了非常多的生态纪录片，像是比如说台湾猕猴，对不对？红火蚁啊，这次竟然拍的是海洋，其实海洋也是另外一个艰难。对，所以当时为什么会开始想要拍这一部的海洋纪录片？其实这个是一个巧合。我那时候在东北角那边做一些渔港的生态调查，那就有意无意在那个时候就到了一个台二线。其实台二线就是在滨海公路那边，我们就找个地方休息，刚好是一个杂货店。那杂货店的对面，我们就拿个饮料就在那边看，就很巧就看到有一条南蛇，其实南蛇很大，大概2米多。那通常有南蛇的地方，它通常那个生态资源环境是不错的，这样子，要不然没有办法孕育说这么大一条蛇。那刚好那个地方，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状况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个感受，你就会感受到是说，有个生物去触动到你，是你看得到的，这样子。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去想说，到底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形？很好奇，到底这个地方引起我们一个好奇，而且实物上在那个地方，在深澳电厂那个时候，这个议题也让我们产生一个好奇，说对那个环境想要再去做多一些了解。是。听导演这样讲，会觉得好像导演看到南蛇的时候，会觉得那附近的生态应该是很丰富的。对，但是当时也有因为深澳电厂的议题，所以我们就会对那个地方产生了好奇，所以导演就开始记录了，然后你也亲自潜下去记录了，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过在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次我觉得特别惊喜的地方，就是有一个龙女簪，是，龙藏，对，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而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次好像也是一个台湾被发现的一个新的记录，对不对？对，我们这一次其实一开始，然后海科馆他们那边跟我通知说有看到这只龙女簪，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拿了一堆照片，然后当时里面的研究人员是跟我说，我们的志工，然后在那边潜水的时候，然后有记录到很多物种，可是有一些物种不知道是什么名称，他就寄了一堆照片来，那我就翻到这里的时候就发现代志大条啊，
就是竟然有这个物种，所以我就赶快跟他说，还有没有其他的角度？是，因为要再三的确认。后来再寄更多不同的角度的物种的它的照片呢，就发现它就是龙女獐。然后这个龙女獐其实它是在台湾，在整个软体动物门里面，它是新纪录纲，台湾记录到的第一只。哇！所以它是非常特别的，而且就出现在非常一直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在脊髓软珊瑚上面的栖地上。所以老师那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兴奋？有，非常的兴奋，觉得很开心啊。对老师你来说，对，所以因为一直在从事软体动物的研究，然后呢，一直读很多的书，然后也看很多的图鉴，对，然后也发现它应该就出现在台湾有，可是从来没有人真的是看到它，所以这一次看到就立刻就应该是发通缉令，然后就希望有看过的人把它的记录就全部都把它找出来。对，因为它会这么的不容易被发现，当然也是因为它好像都会在比较深处的地方，或者是像是比较像是断崖的地方，所以它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你要潜到很深的地方，或者才能够发现像龙女獐这种物种。对，所以这次等于是我们在台湾被发现到它的存在。是对，所以我知道老师刚刚有讲到一个新的物种，像界门纲目科属种，它是一个软体动物门，然后它也是一个新纪录纲，所以老师才会这么的开心，发出通缉令，对不对？对。所以老师，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边就有它的图片，对吗？好，我们在讲软体动物门里面有8个纲，对，然后有看到的，比如说常见我在吃的田螺、吃的凤螺，那个叫腹足纲，然后呢，在吃的蛤蟆啦、鹅啊，那个是双壳纲。老师，你这样子一讲解，我就很清楚，就很清楚了哈。然后这些你想象都是有壳的，可是这一只哈，我们来看，它就是整个是身体是没有壳，然后身上有一些壳，它退化成小小的骨针就在里面。哦。然后最特别的是，它没有壳之后呢，它身体变成狭长型，这样适合去盘旋在像岩礁区那种崎岖的地方。是。然后它就每天就抱着它最心爱的食物，是，就跟我一样，每天就想着我吃的东西。这个是脊髓软珊瑚，它都抱在上面，所以它就是想要肚子饿了就说啃一口，然后也跟它的食物也一起休息。然后呢，最有趣的就是它的身体，就是这是它的嘴巴，然后它等一下会看到下一张是有一条沟，对，横贯在腹部上面，然后是里面有小小的角，然后它就想到就嘴巴打开，然后它里面有齿舌，它其实嘴巴里面有像是锉刀一样的结构，然后就会把软珊瑚的水螅体跟它的肉就把它咬一口下来吃，然后呢就这一条沟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细细的，像是开口这样子。对啊，这个就是它的腹沟。腹沟纲。对，腹沟纲，所以它只会在跟国外的记录比起来，它就是会抱在这些脊髓软珊瑚上面。对。然后而且深度，我们这边的记录在27码，叫那个就是教练他发现，然后其实在 Okinawa 那边会到70。哦，这么深？是。哇哦，70。对，70。哇。所以，我们听老师这样分享，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就软软的，对，然后好像蚯蚓一样，或是像海参一样软软的，对。老师笑了一下，是我的比喻跟食物太像了。是 QQ 软糖 ，QQ 软糖，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它颜色橘橘的，好像跟我们吃的软糖有点类似，上面那个白白的，我觉得好像是糖霜一样。对，但是真的很开心的事情是，竟然在台湾我们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纪录纲，所以老师才会这么的兴奋嘛，对不对？那老师刚好特别强调，其实他是抱着那个脊髓软珊瑚，它盘旋在一起，饿的时候就咬一口，觉得好方便哦。我要问一下导演，你是亲眼看到它吗？对不对？当然。那你应该比邱老师还要兴奋，对不对？亲自看到。其实因为它很小了，其实它很小，就是说你要是真的能够发现到它，其实因为也有海流的问题嘛。是。那其实也有中性浮力，要很稳定的状态之下，你才能说可以比较近接触的去观察。那有时候我们是观察，可是你还要拍摄啊。对，你要拍摄才能让画面能够看得到，是，而不是说我们只是用眼睛去看。我有特别看到那个潜水教练潜到水底的时候，他还要定位，因为他会飘来飘去，所以他要这样子拍，其实非常的辛苦，也不容易。对，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他可以饿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的那个脊髓软珊瑚，有没有？其实珊瑚这个名词我们都不陌生呢，就我们以前念书的都会知道，我们就珊瑚、珊瑚礁，好美哦，好多热带鱼游来游去。可是事实上珊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对吗，老师？珊瑚其实
它分很多种。我们刚刚有提到脊椎软珊瑚嘛。对。那可是首先我们看一下所谓什么是珊瑚。珊瑚呢，其实它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小的珊瑚虫。我们看到的一个礁石，或者我们看到的一个，通常我们一眼看过去的是所谓的珊瑚的群体。那珊瑚群体是有很多这种小小的珊瑚虫慢慢粘起来，形成了一个群体。所以说这个群体上面，它可能有上百万只的珊瑚虫，它每个 DNA 都是一模一样的。哇！每个 DNA 都是一模一样，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他们全部都是兄弟姐妹双胞胎，全部都一模一样。N 胞胎，N 胞胎一样的。是。对，那所以这就是基本的珊瑚。对。那如果我们以刚刚画面中所看到的玫瑰珊瑚来说好了，玫瑰珊瑚它是所谓的硬珊瑚，像刚刚珊瑚嘛，软珊瑚、硬珊瑚。那为什么是硬珊瑚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珊瑚虫跟珊瑚虫呢，它的珊瑚虫会分泌那种碳酸钙骨骼、外骨骼，我们人是硬骨骼，螃蟹是外骨骼。所以珊瑚一样分泌了外骨骼，它看起来摸起来是硬硬的。对，那然后这样一个一个珊瑚，它累积起来之后呢，然后死掉，跟其他生物交结，就变成所谓的珊瑚礁。对，所以珊瑚礁呢，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基质石头啊。对，所以软珊瑚摸起来软软的。对，然后珊瑚礁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好像硬硬的，像石头一样。对，所以珊瑚礁上面它不会只有硬珊瑚，它会有软珊瑚，像所谓的脊髓软珊瑚。是。对，那为什么叫它软珊瑚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摸起来软软的。对，然后软软的，那为什么软软的？它珊瑚它同样也会分泌碳酸钙的骨头，可是硬珊瑚是分泌外骨骼。对。软珊瑚是分泌骨针，就像我们从这个脊髓软珊瑚上面看到啊。像每一个粉红色一重一重的，就是它的所谓的珊瑚虫。那里面白色的一根一根的，就是所谓的骨针。是。对，那就是软，所以这是软珊瑚跟硬珊瑚的差别。那因为它软，所以它摸起来其实很像在摸猪肉那种感觉，软软的、Q 的、弹弹的。老师，你有摸过？我当然摸过，蛮舒服。老师的脸很得意，有没有？我当然摸过，蛮舒服的。对。而且我觉得，我发现我们特别看到这个脊髓软珊瑚，我觉得它好美哦。对。因为它的颜色很漂亮，对，粉红粉红的，透光那种打过去，对，它会透光，对，照片真的很有耶诞节的风格，真的很有耶诞节的风格。不过说到这边，我们在纪录片里面，我们看到导演其实是亲自潜下去，然后我觉得导演真的很辛苦。我觉得纪录片导演就是这样子，你看，他要拍海底，他必须亲自下去，还要学会潜水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在里面会看到，导演也不只是拍耶，你会特别的去将坐标啊、水温这些东西在那个地方标示出来。一般纪录片导演好像不太需要做这件事情。假如说做纪录片，有时候就说一个故事，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把一些事情给说清楚，那有些事情当我们说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把它做清楚。是。那做清楚，用比较稍微科学一点的方式，就是把坐标啊、位置、轨迹，我们把它做清楚。那可是，在影片里面呈现，可能并没有呈现的那么完整。可是我们只是说该做的，我们把它做好。对，这样子。我来帮导演补充一下，我觉得我读到导演的感觉就是，其实这一块地方我可以看到生物，我发现了，或者是我看见了，我把这些东西标记起来，其实也就像是一个证据一样。我们告诉大家说，哎，这里有这个哦。对，我可以读到导演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对吗？谢谢你的解读。对，所以其实大家就说，哎，不要告诉我这里没有这些生物这样。可是我们特别回到导演的片子，因为导演其实拍的是在深澳这个地区，那个地区其实开发的很早，也就是说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开发。可是现在我们看起来，你看我们看到了这些美好的海洋生物在里面，这么的美丽，然后让我们觉得这么的惊奇，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开发其实对这样的一个生态好像没有影响。我们一般老百姓会这样想，哎，老师。可是其实这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存在，因为我们说好，我们今天看到了漂亮的软珊瑚、玫瑰珊瑚什么之类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可能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因为开发造成的，对。可是当没有开发的时候，它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不知道。而且还有一个是，我们说它好，是因为我们觉得玫瑰珊瑚、龙女簪跟软珊瑚这是好的，但是站在别的角度，说不定在这之前，它可能是在开发之前，可能说不定是一块沙地。那沙地上说不定有别的生物。是。对，那从那个生物，对，从那个物种的角度，说不定是不好的，因为它的栖地、它的家被毁坏了。对。对，所以其实就是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样子的事情。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今日以前是怎么样，或是今日以后是怎么样。所以老师曾经
在提过，像是基准线的建立是吗？对，基准线就是像导演他做的，他在影片中就列出了时间跟那些相关的资料。对，那我们就可以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生物，这是所谓的基准线。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怎么去知道说它之前长什么样子，之后长什么样子？对，这我们都没办法比较。那怎么去说它是好还是坏？白话文来讲，就是你跟我讲说，你破坏这里，我就会告诉你说，你又不知道这之前是好还是不好，你只会说我破坏。那老师也举了一个例子，2001年的时候啊，像那个希腊籍的游轮阿马斯号，对他那时候呢，他好像在1月初的时候嘛，由南往北开，经过垦丁那边，那风浪不好，失去动力，漂了几个小时之后，就撞到了现在那个龙坑生态保护区。那时候在做，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那时候发生了船只破裂啊，然后很多油都打到那个礁岩上面。那后续我们在跟那个国外来的船公司那边的代表来做讨论，说，那到底阿马斯对我们的损坏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那边其实一问三不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可是当时候我们就求偿说，他需要赔偿我们珊瑚损失、渔业损失、观光损失，或是收那个税收的损失。然后挪威法庭就说，你又没有办法告诉我之前长什么样子，对，没有证据。你怎么知道我来之前？搞不好我来之前这里根本没有任何海洋生物，他可以这样说。对啊，他可以，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对，其实蛮可惜的，因为那个是第一次我们打那个国际的诉讼，是对，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没有证据，然后就被打回来。听起来很令人悲伤对，因为其实我们心里知道那里的海洋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只能看到你这个海面满满的油污，我们只能表浅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污染。但是如果我们要对底下，比如说海藻的覆盖率、珊瑚的覆盖率，我们完全提不出证据，这就是老师讲的基准线。对，但老师像这样子基准线的建立，感觉上好像没有做得非常的足够，能不能说是因为我们对于海洋资源投入的资源实在太少了？其实可以这么说，当然。做那个海洋研究跟陆域研究比起来，海洋研究发展的相对比较慢，然后也风险啊，这困难度也都比较高。然后可是也真的，我们对于海洋研究的投入真的是少了很多。对，而且光以珊瑚礁研究为例，潜水是很后面，1960年代才开始有比较发达、比较完整的潜水的训练，然后跟相关的珊瑚礁研究。对，然后可是我们就算从那时候到现在啊，我们大部分的研究都还是在浅海地区。对，然后因为当然越走的越深，你可能你需要的风险、需要的训练、风险越高，因为那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技术。对，其实你不只是要会潜水的技术，你还要能够有记录啊，或者是协助的这种专业技术。不过说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开心一点点的事情是，至少我们一直在进步，或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一直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投入，对，然后我们也陆续有发现一些新的种类，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其实这原因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是因为来自于技术的进步吗？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原因？其实很多啊，一个是当我们因为一直有人力在投入嘛，那我们一直去探索新的地方，一定会有新的物种，我们之前看不到的地方被发现。看不到的物种被发现，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那个我们使用的工具。早期我们可能是用形态，对，就比如说看这个生物它有多高，然后多胖，高矮胖瘦，对。然后可是现在呢，分子的技术进来之后，它其实就是用 DNA 的方式去看。那这样子，早期一些我们认为是一样的物种，形态上认为是一样的物种，它其实就被区分出来说，它其实是不同的物种，所以就会有一堆新种一直冒出来。是我们的就是整个的归类技术啦，检验的方式也都改变了。我想不只是这样，因为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哇，其实潜水或者是像这些人员的训练，所以其实也来自于像是海洋公民科学家的训练。对，公民科学家其实就是本身其实有兴趣，但是我自己的工作我可能平时是老师，对，那我可能平时在菜市场去卖菜，但是呢，我假日的时候我有兴趣，我去从事一件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潜水。然后呢，这些潜水的人他就组成一个团体，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有一个跟我们说跟一般的协会不一样，公民科学家就会在一个像是海洋生物博物馆，或是海洋科技博物馆的，或者研究人员的中研院的研究人员的聚集，不能说领导，就是说在这种号召之下，对，然后他们先来受过一些科学的训练，是，比如说我怎么去做精准的观察，是，那我怎么去做那个叫做那个监测的力量。我常在跟我的伙伴们说，你们是我的
眼睛跟手。我只能够在我的办公室吹冷气，然后呢教书，然后跟学生搏斗，但是我没有时间，一天24小时或者是1个月30天都在海边。但是呢，大家一起来，然后呢用我们就科学家所规范出来的，或者是策划出来，能够让一般的民众去操作的科学记录方法去记录，然后呢，他们等于是可以累积很多的资料。对，就像这次龙女战的事件，就是我们都在忙着跟公文打拼，对，然后呢，可是就有一群志工，大家就说啊，我明天休假，我就下海。那我今天休假，你就我就下海，然后下去的时候累积很多的照片，然后他们就放在一个资料库，然后那个科学家的工作就分析这些数据，去看这些记录，然后就这样去发现。所以公民科学家等于是一个科学能力的往社会的普及，然后让每个人去认同，对不对？去观察，那这样也可以让一般的普罗大众他有参与科学，而且认知我们的环境到底有多美。所以这个才是就是我们说公民科学家的一个在科学上面，我们说长期监测也好，建立基线也好，或者是一个让大家达到多环境认同的一个共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概念。的确，因为如果今天像我，或者是像导演，我们假设我们很爱潜水，然后我们的潜水技术也很好，那我们只会觉得哇这里很美。可是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参与这样子的公民行动，其实我们会有一种不同的能量，或是一种不同的责任感在我们的肩头上面，因为我们等于是共同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是共同理解这个环境，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我知道，其实老师跟我们分享海洋公民科学家，或是刚刚老师介绍珊瑚，我知道我们一直有在做珊瑚礁体检，对吗？对，为什么会有珊瑚礁体检呢？其实就是一群做珊瑚礁的人开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全球的国际的珊瑚礁年会，他们就说，那现在国际上的珊瑚到底是怎么样，好还是不好？所以那科学家就说，好嘛，证据拿出来看呐，对吧？结果又发现说，你用 A 方法，我用 B 方法，然后我们去的点又不一样，那这样子怎么比？方法不同，你没有办法做比较。所以我们就等于是整合起来，建立一套所谓的科学方法，然后变成全球都可以一起来监测、观测，然后大家可以将这样数据共同来分享。对，所以到底现在的珊瑚礁状况怎么样？为什么会特别这样问？是因为像老师今天分享那么美的珊瑚礁，我们也会担心我们自己台湾的海洋，就是我们的珊瑚礁的状态还好吗？它生病了吗？而且听说今年有那种珊瑚大白化的情形。对啊，像以台湾的话，我们这个公民科学就是珊瑚礁体检嘛。对，他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都一直在做，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对，那早期的时候是由学界，就珊瑚礁学会的老师们带领实验室学生来做，然后可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就传承给回到原来的初衷，公民科学家。以台湾而言，从有记录到现在啊。第一次的珊瑚大白化就在1998年那一次，对，那一次有造成台湾的珊瑚大概有1/3的珊瑚不见，对，可是之后它慢慢没有一些白化的那种，比如说温水的这种效应消失之后，它珊瑚有回来，然后之后呢，它就只在40%左右上下震荡，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对，那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一直听到很多的台风啊，什么扰动之类的，可是其实台湾的珊瑚就非常的耐。让你怎么蹂躏都没事，就 OK 啊，非常的耐，感觉上好像是我们台湾人的韧性，对台湾的韧性，这就是我们的韧性。可是我们不能一直这样对待珊瑚啊，说你很有韧性。所以老师，我能不能讲说，其实大白化我们不能说它是死亡，它就是生病了。然后我们其实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让它好好的休息，不要去破坏它。对，简单来讲是这样，对吧？简单讲是珊瑚的话，其实珊瑚白化并不是所谓的黑与白。就是不是说完全一颗正常的珊瑚，然后瞬间的白化，不是，它是慢慢的，它会受到一些我们本来看到珊瑚的颜色啊，它是因为它的共生藻嘛，共生藻在体内，所以它有它的颜色。那当受到环境的压力的时候，它共生藻会离开。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是因为共生藻跟珊瑚是共生的，它们之间有互相帮忙的作用。那个共生藻行光合作用给珊瑚能量，那所以等于是珊瑚它是动物。可是它不需要跟其他动物一样到处去猎食，它就坐着共生藻就给它吃的，环境不好，共生藻就离开。那这样子共生藻越来越少，那颜色珊瑚的颜色就越来越白，那就露出，那这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内骨骼的白。对，那如果所以我们一般做珊瑚白化调查的话，我们把它分成6级，就是从很健康正常啊到完全白，然后或者是已经死掉了。是。
所以其实从老师这样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珊瑚它生存的方式，对，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就是好好的去保护它，然后不要去破坏它，这是我们人类能够做的。对啊，对，你看老师感同身受，对，真的是这样。不过老师，我们今天讨论到这么多，我们也觉得哇很新奇。其实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发现新纪录种或者是说新物种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很有意义的。是对，其实我们这里可以从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概念来讲啊，我们在讲其实地球上面的千千万万种的生物都有它的功能。对，我们讲一句话叫做一枝草，一点露。然后呢，这些生物它能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它都有生生相克的一些彼此之间的关系。常有人问我说，这新物种的发现有什么功用？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在今天讲龙女簪，对，就是新发现到一个物种，而且它从来没有被台湾记录过。那其实因为它的位阶比较高，它是没有看过的纲。那其实我们常常大概在1个礼拜里面，就常常会进来一些照片，新记录的一些我们说的新记录的物种就进来。那像比如说这一只是我大概在20几年的时候，我在柴山，高雄的柴山那个是刚军管区解放之后，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是念中山大学，所以那边很熟，然后就进去潜水就发现这一只，对，然后就是当时其实是新记录的物种，对，然后看到它之后就很有趣，它这个大的其实它是雌雄同体，但是呢生长的过程中大的这一只会先当母的。老师，这是斑带圆卷螺，对，然后小的这一只会当公的，是，然后呢受到刺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知道它在干嘛。你刺激它，它就会尾巴会喷出白色的汁液，是。然后后来就开始去找资料，就发现它吃藻类，然后藻类为了怕它吃，所以身体会有一些天然物是有毒的。然后它在演化的过程中，就把这个天然物以毒制毒，变成它身体的毒，让鱼要吃它的时候不敢吃它。哦。然后后来在过了几年之后呢，我有机会跟一群做海洋天然物的老师合作，我们就把它放出来这个汁液拿来去做分析，然后就发现到说这个汁液其实有很好的消炎的效果，但是它不是抗生素的功能，好，所以说它就可以发展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天然的药物。那如果说当时这一区的海边全部都被破坏掉，就像刚刚导演他有很详细的记录每一个地方这个物种有什么物种在这里。然后以后就知道这个地方有。那如果万一被破坏掉之后，你想象如果这个地方被破坏掉，这个物种看不见斑带圆卷螺，而且你就没有办法发展出后续老师刚才讲的类似像消炎的药物，对，增进人类福祉的药物，是不是还有海蛞蝓？对，像海蛞蝓，所以其实它就是海蛞蝓的一种。所以我们后来其实也经由公民科学家的一个登录的机制，就开始又陆续发现很多的新纪录种，然后甚至也发现到有的甚至会把藻类的叶绿体放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去行光合作用得到能量，然后呢过了1-2个礼拜没有电了，它又去充电，又去吃其他的，再吃一些藻类，身体又变绿了，对，又开始活，所以就发现很多这些机制最后都可以用到我们后来人类想办法把这样的关系机制去改变我们的目前的一些使用东西的逻辑，这个就是仿生学。OK， 是不是也是我们常常有机会听到的仿生科技，对不对？等于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研究。对，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它可以做很多的药物啦。对，其实这样的故事老师是说不完的。如果今天我们到老师的研究室，我们可以泡杯咖啡，然后从早听到晚，老师可以分享非常多的故事。老师，你说你在里面吹冷气，然后负责，这太谦虚了。对，竹环不及被子。对，其实你看，我们整个跟大家讨论到这么多，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像公民科学家，其实导演也会潜水。其实如果导演可以的话，其实导演也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海洋公民科学家。但无论如何，导演拍了这部片，导演其实已经是一个公民科学家了，也在建立基准线。对，他已经在建立基准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一起参与，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认识我们自己这么宝贵的海洋，我们得到这么珍贵的资料，我们要如何来珍惜它？对，而且不是只是看到哇，我们的海好美丽这样子。所以导演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要给我们？因为你拍了这么多的生态纪录片，我想对的事做就对了啦。那这些沉默的生物每一个人都做一点力，出一点力，然后把这些的声量能够做起来，而不是永远的沉默下去。我想这是我们做纪录片也好，当科学家也好，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愿景，我们才会这样去做一些努力这样子。对，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或者是像老师们在这个研究室里面做的这些事情，或者老师也训练很多潜水员呐，对不对？一起到海底，那我们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不会是最沉默的那一群。对，即便我们的声音好像听起来小小的，但是我们要拿出我们的勇气。我们不断的发声，不断的发声，其实我们也不会这么的害怕。我们一起要来维护我们这个地方，对不对？对。今天非常谢谢导演，也非常谢谢2位老师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大家分享。哇，我们的海洋深处是这么的美丽，还有像生物多样性这样的知识。我相信所有看今天节目的各种朋友该收播听就係動大家。我想你大家做啲上看嚇，對你嘅提供地圖，其實講實在杯睇你嘅。染變所有嘅生物，佢做啲染化，所以佢就做啲生存嘅能力。佢講起來係佢都冇死擾能力，係能力當死擾佢都。所以希望看今日嘅節目做啲本大家有隻感想，你大家有咧共同維護啦、維持啦大自然環境咁樣強盛和諧嘅關係。是不是大家嘅收看？今天非常謝謝老師，也非常謝謝導演。如果有新的影片，一定要來我們這邊跟我們大家一起分享。